放下嘅智慧。今日讓心靜下來，聽下佛說嘅智慧。一念放下，萬般自在。放下唔係逃避，而係睇清睇透，然後不再執着。佛教講放下，唔係叫你唔理世事，而係唔被世事牽住走。放下唔係失去，而係得自由。放下對結果嘅執着，就唔會因得失而煩惱。放下對評價嘅執着，就唔會因一句話而心亂。放下唔係放棄，而係選擇唔再被綁住。執着係痛苦嘅根源。佛陀話：因愛生憂，因愛生怖。若離於愛，無憂無怖。執着令人痛苦，因為一切無常，唯有珍惜當下，先能夠自在。放下係心嘅修行，唔係一時之念，而係長期訓練。從小事開始，放下完美、控制、悔恨。每一次放下，都係一次心靈淨化。本週金句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萬象皆幻。放下執着，先能夠見到真正嘅智慧與慈悲。願你喺每一個當下都多一分清明與自在。下星期我哋繼續聽佛說，修心養性，靜觀人生。多謝收睇，祝你日日安好，心如止水。